我今日嘅 program 係600塊600萬。你覺得個運動場點啊？好大咯，即係呢度10條線，跟住遠啲嗰邊有13條線，但係長沙灣嗰邊得8條線嘅啫。今日個天氣好好啦，都好舒服嘅跑落去。第一日第一課完成，馬鞍山運動場，我哋一齊食飯。太正常。哇！好黑啊！我哋而家咧夜行啊，沿住 campsite 出面。我開先口電筒啦，我先多。好，今日第二日，我哋一朝早食完早餐咧，又準備出發啦。咁我哋朝頭早嘅行程咧，都係跑下行下咁樣去唔同嘅地方咁樣啦。你 AB grade 嘅，我相信你其實應該有能力可以當係大堂咁跑。OK， 咁啊，盡量跑好佢嚇，當係大堂嘅騎樓模擬一下。做咩？今日我參觀中大咧，我覺得呢個環境好優美，好適合俾讀書人去鑽研自己嘅專科啊！過2年就到你入嚟啊，係嘛？涼爽啲喎而家。
係咪醫生？A 三好生㗎嘛，醫生。頂住！識玩喎而家。頂住！A 三好生㗎嘛，醫生。Hello。要爭贏西島，要爭贏DBS 係啦，要爭贏喇沙。其實呢啲唔係話你一個半個人係可以做得到，即係你要去諗一諗呢樣嘢，尤其是高中生，即係呢樣嘢，我覺得唔係淨係你跑步嘅，係啦，喺其他方面，應該都有留意下。呢個咧係講緊10斤頭嘅一個200嘅咁呢啲全部都有勁嘅，或者係